丹路，作者洪明道。写字。婚龄转来了后，住伫阿豪因兜隔壁，厝是阿豪因阿公阿元公放互伊的。较早的人总是认为有土殊有财，祖产袂清清彩彩甲卖掉，有赶半老老有缘信这套，时常咧甲逝世叮咛，无厝也袂卖娶，无田地卖嫁。听起来是较过时啊，毋过讲一句实在的，少年时若听这话照咧做，拍拼来学田园买厝地，到老应该会业绩袂少。阿元公伫旧家上兴旺的时，甲3间联动的厝买过手，迄代志都半世纪进前的啊。这几年变化真济，一条新的车路通啊，车拢对迄边去，旧家渐渐恬静落来。阿元公也是毋甘甲厝卖掉，安尼也好啦。阿元公现此时是愈来愈亲民，若像旧时遐尼热烈，规暝转乌多摆的声，是要安怎困的路面？阿元公家己住伫巷路边倒手边迄间，中迄间寿面上悬，有派头阁大班，互阿豪因爸，也就是阿元公的先生仔囝大。庄内的人拢叫伊温医师。见若有人讲起温医师，阿元公总是喙笑目笑。为国校校长的这位退任了后，阿元公大部分的时间甲牵手屈伫厝内。若毋是有啥物校友会、婚丧喜庆、宗亲联谊，骹步喊得踏出去厝里。伊赶伫55岁进前退休。若无听讲退休的年限又阁要来前，阿元公的好日子伤长啊，长甲日子嘛会互时间透补。毋过阿元公知福少言，日子拢会淡一寡无共的滋味出来。有厝有后生踮身边，无想要有伤济改变，嘛想袂到会有啥物改变。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迄一日。婚龄甲包袱款款的，搭伫咧10几年毋捌转来旧家，是西点点的芳拄烘好出炉的下晡3点，路面有温温的面粉芳。家庭理发的剃刀照常汪汪叫，柑仔店的头家拄加盟便利商店，换新的扛棒起哩。土教室咯，趴伫阿元公的骹边咧休困，点点感受。为涂骹传来腹肚的清凉，远远啊，伊就听到脚步声，耳仔夹直直，无张蹄飞一声。坐伫医疗啊，当咧困到迷茫的阿元公，互伊肥甲规身躯凊汗。婚龄穿一领靴子，白色的，哪像咧银行食头路的行员。伊手汗含家己身躯平大的茶啊，直直对3联动遐行过来，到半路。嘛无放落来休困，嘛无甲因阿爸请安。伊掠对边仔过，停伫咧厝门口，无看到因小弟。一个少年妇人人来接待，请婚龄入来坐。婚龄眼着伊下一条颔巾，颔巾光通带水色，带淡雅的白花。平常时啊，敢会有人伫厝内装甲遮优秀咧？婚龄甲少妇讲。你身躯无闲，我坐遮等就好。无，我替你敲一通电话。迄个少妇讲：对吼，叫我妈尼就好。婚龄离厝进前，伊的小弟温医师也独身，真济时代像咧甲介绍查某囡仔含伊熟悉。这个妈尼应该互遮的人拢死心咯。这段时间，外墙啊，互天气保养了真好。庄啊，无啥雨云，嘛无互日头晒甲闭开。电脑是大同电锅，毋知是安怎歹去，换一台日本进口的。日本电锅的功能是有较少，炊粿、卤肉拢无介好用，绝对马呢无啥影响。
毋过对婚龄的老母来讲，有电锅无电锅是真要紧咯。下厨仔顶有几双细号的鞋仔，后壁踩一条架椅仔，桌角边啊嘛放几条架椅仔，椅仔顶画形、土仔，甲一寡古水的狗。伊看甲戆神，妈尼行过来甲点醒。妈尼讲，温医师当咧看诊，实在行袂开骹，可能要点外钟才有法度转来。毋过，温医师爱妈尼甲讲，这互伊大是无要紧，爱伊免烦恼。妈尼先出门去接囡仔，爱婚龄莫客气，伫客厅通放较轻松咧，遥控摕去转。婚龄无啥咧看电视，毋过也是甲开关试咯。伊惊若无电视，厝人会伤过点。过一时啊，先入来厝人的是阿豪，妈尼对伫后壁。无偌久，温医师也转来啊。婚龄坐伫碰椅顶，对阿豪点头。迄是伊头一摆看到即个囡仔，比伊想的搁较活泼，无像温医师细汉时遐避暑。做囡仔时，婚龄阁会挑工掠倒白仔去甲即个小弟吓惊。阿豪对伊下手，温医师吩咐讲爱叫阿姑。婚龄无啥会晓应付囡仔，问伊几岁，读倒位，阿豪哪笑哪甲应。三联洞正手边迄间，平常时啊是来囤物件，像诊所无咧用的仪器、治疗椅。温医师甲会使卖拢清出去，拼一盏留出来，互婚龄住伫遐。